吹判了一个走不违例。哦，他真的是一边运球，眼睛一边在看自己的队友，但这个球要交给李德威的时候发生了失误啊！哎，这个脚步宋宇轩在裁判的面前无所遁形啊，被吹判了一个走不违例。不过钱可尼刚刚还坐在地上。篮板，哇！裁判哨音响了，接触到地面哦，这个球再来看起跳完之后，哦，童俊彦速度开得很快。这次我们有2球在我们梦想家跟我们的领航员的比赛里面，前面有1球挂框，和后面有1球挂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影片。篮板，哇！裁判哨音响了，接触到地面哦，这个球再来看起跳完之后，哦，童俊彦速度开得很快。第1球发生是在第1节，因为当下裁判认为他有拉框，那有做一个所谓的引体动作，那马上给吹判，如果按照规则36.2.1是没有错的，但我们到目前这40场了，40球场下来，只有第1次的挂框的吹判是第1次的。那如果按照规则来执行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但是我们希望说，这个是可以讨论的空间。然后这个讨论空间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？因为第3节，同样的一个情形，裁判没有吹判。对。那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以一致性来讲的话，前面那个球有做技术犯规的吹判，下一个球同样的情形也应该做技术犯规的吹判，才能够让大家都说球赛的一致性。所以这一次的第2球、第3节杰克挂框那一球，其实是一个漏判。对，是。所以这次我们裁判又回来也被检讨了，也被裁判长老师检讨了。因为当下可以看到梦想家的教练很冲动的就冲到记录台去，这是可以被讨论的空间检讨的空间。对，所以其实然后在规则上其实就是不可以挂框，规则上是不可以的。但是因为其实有时候球员挂框，他也不一定是故意在挂框，像杰伦他可能是。他们其实那时候在解释，一直在讲嘛，说他其实是为了，因为我那天我在记录台后面，然后他们就在讲说他是在保护他自己啊，他是在保护他自己啊，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。所以老师是因为这样，你觉得为了比赛的流畅性，所以才有讨论的空间，说这种球可以不要吹吗？对，因为安全性的考量，往后我们会给裁判组这边会给执法裁判来做一些建议，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。因为这个有时候因为安全性的考量，可以放过就放过，这个球赛也比较顺畅一点。了解，所以杰克那球在这场比赛，因为老师这次也有上场去解释，大家要看一下老师在场上解释的画面吗？对，就是老师有在场上解释了，所以这一球在第3节的时候，杰克那球没吹的时候，所有人我们心里在想说，哇，糟了，这礼拜裁判好好说又要解释了。对，所以今天也特别把这球拿出来讲。